外地人误解的食物。我这味觉好像有问题，我吃这螺蛳粉咋是香的呢？正宗的螺蛳粉不都是香的吗？哪个蝴蝶告诉你的？你以前螺蛳粉都白吃啊？那正宗螺蛳粉它就是香的。你可拉倒去吧！你的胃跟你一天吃不出啥正经玩意儿。你这么大一碗不够你吃啊？你光秃噜面条都有啥意思啊？这也不顶饿呀！给你掰一份。哼，你还说我螺蛳粉不正宗？你这肉夹馍里加青椒，它更不正宗。人那家店名就叫正宗陕西肉夹馍，我都吃老些年了。你怎么就不信呢？那肉夹馍里它就不加青椒。我信啥呀？人螺蛳粉本来是臭的，非得说人是香的。那正宗的肉夹馍它就加青椒的东西，你就非得说不加青椒，你自己吃。你买的羊肉被骗了，这没膻味，这好像是鸭肉什么的。不是，正宗的羊肉就不带膻味儿。我家旁边就内蒙古，膻不膻我不知道吗？哎，你这是假肉，我跟你说，那山羊，这不膻怎么是羊呢？你别逼我扇你啊！不是，咱俩到底谁不正宗啊？